各位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今日伫新加坡举办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有49个国家，也有这600多名代表，各路为国防部长来现场参加，甲焦点放伫咧美中关系、台海局势，也有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本地美国是希望讲会当安排美中双方的国防部长来进行双方会谈，想袂到中国甲因拒绝，这美中关系当时才会当稳定落来，受到国际关注。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初日伫新加坡举行，49个国家600外代表，各国国防部长、驻青官员甲学者做伙进行3天会议，要以美中关系、台海局势、俄乌战争、南海纷争做主题。前国防部长杨念祖以学者的身份参加，面对中美防长恐惊无法度举行双边会谈，也引起真侪关心。第一个，印太战略的一些作为跟发展，跟区域的一些同盟的关系；第二个，当然是台海议题很重要，一定会讲。第三个，美中关系他也会说。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初日暗下大声演讲，初三由美国防长奥斯汀发表美国伫印太地区的领导力，中国防长李尚福初时发表中国的新安全倡议。学者分析，美中恐惊各人讲各人的，美国可能透过这届会议团结日韩英俄等，表达印太战略的侧面。因为这2次的军演，对于日本来说，对菲律宾来说，其实或多或少都一定会有所影响。那在经过2次军演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这些盟邦会不会有新的战略规划？这个是我们要去观察的。美国、日本的舰艇停伫马尼亚的港口准备操演。美国、日本、菲律宾的海巡队伫香格里拉会议前一天，初一头一届伫南海举行联合演习，澳洲是以观察员参加。The trilateral exercise serves as a testament to 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maintaining peace, promoting stability and safeguarding the lives and interests of our nations and the wider region. Together, our Coast Guards will reinforce and model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at sea in order to promo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美日各派1架军舰参加，菲律宾是以地主国出动4架军舰，双方投入海上执法、海上搜救等，尤其把中国当作海贼，展开反海盗演练。NASA 有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船只，反制中国持续扩张南海野心。记者综合报道。